台市倒球馆为期当前，直直为陈廷辉努力争取，成为中央认定基层训练站，并培育出不少国家级选手。但现在听讲市府有意将全部场馆对外招标，引发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丁大声呼吁。认为后续选手正该训练到底何去何从，要求市府负起责任。馆这边那被中央认定为桌球7成训练站，已经有大概7年的时间。那现在我们台南市体育处呢决定把这个桌球馆重新委外招标哈。那我想我们在这个今天要问我们的体育处哈，那未来这个桌球训练站要何去何从哈？我们的训练不要中断。也就是有国中小的一个基层训练站，在各个学校的基层训练站以外，我们需要有一个中阶的。那这个中阶过去就是在桌球馆，那现在委外之后，我相信我们就希望这个责任我们市政府要自己承担起来。否则如果没有进阶的训练，我们很担心我们的成绩没有办法拿到。对此，市府体育处表示，因为受到监察院甲新计处纠正，必须委外招标。而招标规定也将选手培训计划纳入计分标准。实际上，我们在经营的契约里面，我们有一个评选的项目。那我们把一个营运管理其中就是对台南市各级桌球运动选手的培训计划里面，在这5项里面是一个25分，是一个非常高。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有一些其他单项委员会，也有一些议员在关心。那我们有跟他讲，是说，事实上，我们桌球委员会或者林老师这边，我们也会非常欢迎林老师，或者说我们年轻一代新的选手，愿意继续为台南市的选手来培训的话，都加入我们这个计划，来跟我们来投标。那我们会看他整个的经营计划，我们并不是以说今天好比说外面一个财团，他假设是说我给你台南市1年50万的权利金。我来经营，但是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他的经营计划书，未来你是怎么样照顾我们的选手，并不是说你高额的权利金，我们就市政府就以高额的权利金来支付给你，我们要看他的选手计划。为了培训倒球选手，目前中央每一档阁编列200万，并且各国教练指点指导，并提供选手到其他国家做异地训练。体育署表示，该项补助并未停止，但地方基层训练一定要持续。若是基层无选手，未来哪会有国家级选手？台新闻联合采访报道。